顶回风台但那是扫中南部居民即阵是咧拼装修、头壳毛咧烧，来看家己有家条倒去，这地岩风险的石棉厝遐是落甲规涂骹，路边倒去的树仔即马捡做伙嘛，被输是一粒山。另外，台南物理监事因为征收的问题，和居民起冲突，甚至阁有侥幸失地的人咧甲灾民骗钱。 规堆的石棉叶甲材料，家己遇到这个市街场因为风台受损严重，粗估敢若破去的石棉叶就超过10栋，想到要清也阁有真贵的清运的费用，互市街人是要哭无目屎。原底是唔免钱的，空灾以后输免偌，讲一栋要4.5万。石棉是有毒的事业废弃物，因此请畜牧业者先自行打包装袋，暂置于场中。 同时向县政府登记。石棉有地岩风险，必须要小心处理。农业处提醒业者，袂用做一般的废弃物垃圾，爱包起集中了后，等待办理清运。防灾了2礼拜，嘉南地区因为受灾严重，衍生部分救灾问题。台南客家3庆里16团说，李干事、甲里长、甲里民因为厝顶修理问题发生冲突，甚至刀仔拢摕出来。李干事扯咧乌巴桑，甲问讲你是咧扯安怎？伊就为扯包。 背一支水果刀啊起来，我发3届，你管定了，伊较不得遐定的涂骹。代志闹到警察局了后，3方拢决定无提出告诉，才结束闹局。就伫西区民众继续整理家园时，也传出不少分子趁人需要时，联络厝顶真需要修理的受灾户，加线接单要修理。收真悬的定金了后，失去联络，厝主看到还伫漏水的厝，强要哭出来。2处理19万，那时候18号要过来种，材料都会进来，放心免惊。 那个18号一直等，一直等。小小们不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增加我们整个灾害复原、灾害互救的一个难度。市府牵这敢若趁人盗火、抢劫的行为，警方缉捕了后，19赶紧甲涉案嫌犯抓到，专案移送地检署侦办。4单的受灾户后续找到工班，希望赶紧甲厝修理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